佢扮緊啊！没有听信您的指令，请再试一次吧。遇到障碍物，飞机将暂时改变方向。係啊，跟住你好啊。佢啲修正幾好㗎，呢個修正都。都唔係㗎，佢啲都影到晒嘅，應該都。
到㗎啦，因為你冇咁快反應，你唔夠快啊嘛。嘅撞埋啲嘢。所以佢都成日叫你喺空曠啲地方。特驚啊！哇！走啊！哇，中間過啊！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係咯，喺中間過緊。哇！好犀利嘅真係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所以佢咪因為話好多人玩呢隻嘢咯。佢有眼罩嘅，有支掹雞嘅，有個龜遙控嘅。下一個超前咪逐個超前。我用手提電話介入去咯。你哋隨時可以介入去嘅。係啊。咁差唔多成分鐘喎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遇到障礙物，飛機將暫時改變跟隨方向。咪三隻手板，跟住，咪三隻手板打平。